柴桑城看花，书上说柴桑城春天的时候，百里长路能看到1000种不同的野花，还去了孤城观海。我一见掀起1000层巨浪，那些渔民见了我，还以为我是小神仙呢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去登了昆仑山。原来世上真的有一个地方，是终年雪不化的，看着都让人觉得寂寞。可有人竟然在那建了山庄，一住就是20年。山下的世界真的太精彩了，师傅，你不能下山，真的太可惜了。雪月城来信了。写信的是雪月城新任总管，问我们要80万两银子。要银子干什么？他说，一个叫李凡松的青城山弟子，在雪月城一番大战，把重金修造的登天阁夷为了平地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是去了雪月城闯了登天阁，可那登天阁真的不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干的。见到雪月剑仙了？见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问了剑仙一件。剑名？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。你运气和我一样好。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么美的一剑。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，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景物。任飞雪满天，笑年华几度。一年相逢，一年离别，难度一生间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桃花落了，就可以吃桃子了。姑娘，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姑娘？可你就是个姑娘啊。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你要不要过来坐一会儿？一会儿就有桃子吃了。桃子？是啊，我刚刚将离火镇心诀注入了桃木剑中，插在了树下面，再过半个时辰就该长出桃子来了。离火镇心诀，道门至高心法，你用来种桃子？啊？是啊，不然的话，练它有什么用呢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青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道剑双修，我想问一下你的剑。雪月城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可是有些冷了，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呀。哼，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，我是来问剑的，你不要给我使这些道法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现在不能用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树底下呢，拔了剑，我这桃子就吃不成了。喏，吃桃子，吃桃子。
我让你吃个屁！啊！起！重剑，怎么？我就说你是个姑娘。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3月之后，我再来问剑。声音也这么好听啊！唉，也该给你取个名字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弟子就先告退了。快滚快滚！谨遵师命。关于师傅的江湖传闻有很多，传说师傅出生的时候，一道霞光照进屋内，青城山老天师亲自下山迎接，因为他是神仙转世。之后，师傅就被带上了青城山，再也没有下山一步。有人说他不下山，是因为老天师吕素贞留下的真言，说若是师傅下山，会引起市局震动，甚至会影响天启城里那一位的位置。所以青城山外30里一直驻扎着5000铁骑，就是防着师傅下山。也有人说，师傅身上聚集着青城山当代的武运和天运。哎，所谓真言，不过是青城山杜撰出来的，怕师傅下了山就不想回来了。其实啊，以师傅的能耐，若真是想下山的话，没有人能拦得住。可10年来，莫说是下山了，师傅连这小院子也是很少迈出过。我觉得他是在等一个人。若是那人不来，师傅会一直在这小院子里等下去吧？那一次之后，赵玉珍居然就真的坐在那棵桃花树下，等了3个月，只等到冬去春来，山桃花开，都不需要用离火镇心诀，就能很快吃到那又大又甜的桃子了。只是，那个说3个月之后会再来的人，却一直也没再来。唉，师傅说漂亮的人都喜欢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唉，还是等着吃桃子吧。
还等着吃桃子呢。你来迟了。因为去寻这柄剑，所以迟了7日。原来是名剑谱上的铁马冰河。这件不错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啊？这面具好难看的，戴上它连声音都变了。你还是摘了这面具比较好看。多话。直。这是什么武功？道法，大龙象力。为什么不出剑？大龙象力乃是至高道法，我青城山最高秘学，比无量剑法至高不差。我不管，你出剑。你摘了那个面具，我就出剑。你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，任飞雪满天。现在好了吧？出剑。桃花。一成一败，谓之一劫。自此天地以前，则有无量劫矣。好美。去！来得好。琴声悠悠的低诉，残窗月，借花丛中云雾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，任飞雪满天，笑年华尽入。拦了16年，终于还是坠了凡尘，命中有此劫啊！你说，小仙女，你这么好看，为何总戴个面具挡着脸啊？那你剑法高超，为何不敢下山一行？师父说我不能下山，我要是下了山，很多人会死的。
我下一次来青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这，我得问问掌门师叔。你掌门师叔武功如何？现在比我稍微高一点儿。不过1年后，估计就不行了。那我1年以后来，若是你师叔不答应，我便打得他答应。等赵玉珍恢复了之后，我要带她走，你拦不住我。我自然拦不住你。不过，你可知赵玉珍为何受伤？闭关之时被雷云鹤打断，走火入魔。这其实不是第一次了。你想必听说过赵玉珍不能下山的传说吧？若他下山，大乱起，天下震动。这不过是你们想让他一辈子待在山上的托词罢了。这并不是托词。自从玉珍上山以来，每一次他动下山的念头，都会出现意外。似乎冥冥之中，天意不让他离开这青城山。最终，玉珍的师父吕素贞给他卜了一卦。那一卦的结果，若玉珍下山，龙困于野，血溅万里。吕掌门为了这一卦，耗尽心力，留下这句话，便先去了。此事也算是我青城山的隐秘，一些只言片语传到江湖中，变成了赵玉珍不能下山的传说。吕掌门在天下道门中的地位，确实神仙般的人物。想不到竟是因卜算赵玉珍的天命，耗尽心力。如此，你还执意要带玉珍下山吗？掌门，外面来了一个人，自称是雷轰，要同赵师叔一战，为他兄弟雷云鹤报仇。雷家这群疯子，欺我青城山无人吗？此事因我而起，这雷轰，我便替青城山接下了。这大概
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吧？他来了。谁呀你？这就是道剑仙。我方才感受到一丝与他相近的气息，本以为是他来了，可到的却是你。你是谁？哈哈，不知道我是谁，那我就得让你知道一下。你还真的是，大概是疯了。好啊，出剑吧。平地一声雷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雷无杰，雷无杰，看这剑法，你是那齐鹤的同门。哼，你们这些姓雷的真有意思，老来闯青城山做什么？这一剑，血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已修得大龙象力，你就算出100剑，也伤不了他的。这是他的剑术。你果然是他的传人。你身上的气息和他很像。你是他的弟弟。他在哪儿？你这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他说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他却一直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来过了。那年逆雷银河对决时走火入魔，闭关休养。我阿姐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山的。那是她第3次上青城山，还为你挡走了雷门来拜山的雷轰。这件事整个青城山都应该知道，就你不知道？现在整的一副好像自己多了解似的。这些事还不过是我前2天才说与你听的。没人告诉我呀。师傅，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山啊。
师祖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啊。那他就不来了？他不来，你自己不会跑去雪月城找啊？我阿姐怎么知道那些臭道士没告诉你啊？他那么傲气的人，既然来了3次了，你还无动于衷不下山，他还会再来？9月底在雷家举行英雄宴，那时候我阿姐会去，你到时候去不去？小子，若我不下山会怎么样？我阿姐会嫁给雷轰。若我下山呢？那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呀。你说的对。哎，所以你到底下不下山啊？看尽世间人心的复杂，却猜不透你给的回答。一副妆又是1年前，等不到你，只剩牵挂。眉间藏不千愁万绪，无处可去。弟子赵玉珍不孝，今日下山。这乾坤殿被人掀了2次，也真是不结实了。众人皆说我算学天下第一，但是我看师伯才是第一。怎么每次我才一动下山的念头，你们就来拦路了？你要不要下山，又何必我算？师伯，我想下山看一看，山上待着有些无聊了。玉珍，你师父以及青城山对你的一番苦心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看来是啊，青霄见我已经留下了，掌门的位置还请殷师伯带人。等飞轩长大之后，再传于他吧。桃花，我们去找他好不好？师伯师叔们，玉珍要下山了。就算为了逝去的掌门师弟，我也不会允许你下山的。师伯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当你与一件事有关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未来都并不准确，命不可自算。掌门师弟当年应该教过你。我不一样的，我是赵玉珍。虽然我从没在江湖上走动过，但我知道，他们都叫我道剑仙。拦住他！你们拦不住我的。玉珍，殷师伯，下山可以，但要记得回来。回来可以，但这掌门还是不倒。我本无心求道，怎爱天道强流？只求桃林一片，饮酒终老。师弟，
我对不住你呀。师父，是徒儿对不住你。师叔祖，师父，4位老祖宗都拦不住我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找打吗？弟子不才，司仪要拦住师父。气势是有了，但是握剑的手，可不可以不要抖啊？师父，我怕。傻孩子，怕什么？我是下山，又不是寻死。师叔祖，我听老祖宗们说了，当年吕素贞掌门仙去之前，拼着受天道反噬给师叔祖卜了一卦。若师叔祖不下山，可保青城山百年兴旺；若师叔祖下山，师父，师父的苦心我不是不懂，只是既然结束摆在那里，那提剑去破就是了。老是躲在山上，算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就你们2人那点本事，就别妄图拦住我了。飞轩，你的大龙象力已经颇有所成，但是道法奥妙，虚见众生。3个月后，你再下山游历，3年不要回青城山。樊松，你与飞轩同去，你命中有2份誓愿，一份于我，缘尽于此；还有一份藏在江湖山野，那位老师的剑术不逊于我。我不要什么2份誓愿，我只要师父您1份就够了。傻孩子，我只是下山，又不是去赴死，哭成这样做什么？可是师叔祖，你的这些话分明就是遗言啊！我只是觉得，这一次离开应该会很久，再相见也会很久了。我不会死的，我是赵玉珍，是那一步就能登仙的人。结束又如何？我不怕。师父，此行下山，到底是去往何处？是那个方向吧？我又没下过山，哪里知道是什么地方？我只是见到了一片竹林，一座凉亭，似乎很远。啊，莫非师叔祖你入了神游玄境？哼，似乎还差一步。天地无言，凝光奥妙间。为师走了，给你们带个师娘回来。师父，徒儿等着与你再见的那一天。是的，师叔祖不会死的，他是道剑仙。天降劫数如何？弹指可破。那道士真的下山了？千真万确。现在外面天象诡异，还有好多奇怪的鸟在飞，再加上探子已经发出了讯号，应该不会有错。好，老子在这儿吃干饭吃了也有10几年了，今天终于可以解脱了。让兄弟们把刀擦亮，上马，我们把这臭道士赶回山上去。北离骠骑将军王铁在此，还请道剑仙回山，
王将军在这山下守了贫道10年，倒是辛苦。今日贫道下山，王将军不必相送。哼，还真怕这臭道士就这么掉头回山上去了。老子这一口闷气没处发泄。前面那个臭道士便是道剑仙赵玉珍，今日要从我们这5000铁骑中间闯过去，我们当如何？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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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冲！杀！上！上！上！真是5000户人，就因为师傅一句话，害得这些人浪费了10年光阴，也是心中有愧。道剑仙，到老子憋了10年了。那还真是对不住王将军。等贫道回山，王将军赏脸来喝贫道的喜酒啊！小仙女，我来见你了。不是臭道士，这是真神仙呐！你快马回天启，报青天剑，监正7天辰。是。他说：“请我喝喜酒。”大概是我听错了吧。月溪花尘，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么美的一剑。你，哼，我就说你是个孤女。还是说错了？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少年子弟江湖愁，一人独游天地久，也曾仗剑问荆州。得报复名山后远，满城风雨换新旧。秋冬几程与壮河，作剑过，不是为己细说。道士，你这是什么剑法？无量剑，无量剑，入此劫之人，生生世世，万劫不复。小仙女，你这么好看，为何总戴个面具挡着脸呢？那你剑法高超，为何不敢下山一起？只是那个说3个月之后会再来的人，